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6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明仔载就要开始来歇228的连假，这气象署是表示讲，这几日咱的这天气是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沙雨是落袂离的，所以民众出门一定得爱会记得早雨伞。另外呢，这228连假过了呢，还佫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会到位，到时阵天气会变凉，又佫淡湿。春天的天气变化较大，气象署讲对2暗开始要变天啊，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影响，伫起透早就会开始落雨，尤其北部甲中部雨会落较大。到3月初1，加上华南分雨区向东边煞，3月初2佫有一波新的锋面瓦境，所以到3月初4进前拢会是寒冷的天气。2号之后呢，又会有一波锋面加东北季风影响，在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是一样是容易下雨的，而且在这一波锋面的影响当下呢，其实整个北台湾都是属于比较容易下雨的，降雨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哦。那到了3月3号到3月4号，受到华南雨区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是蛮容易下雨的，特别要提醒，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哦。另外，温度的部分，气象署表示，228连假降温较明显的地区出现伫北部，其他的地区也是较温暖的天气。到3月初1会小可回温，不过3月初3有新的东北季风落南，到时北部的温度佫会下降。3月3号下一波东北季风南下，北台湾温度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哦。所以说总结来说，未来1周的话呢，主要温度变化比较大的地方还是以北台湾为主，中南部还有比较偏向是花莲、台东地区的话，都还是属于比较舒适的一个天气状况。气象署表示，续落来这礼拜拢较会落雨，提醒民众出门就要会记得扎雨伞。若有要去海边啊，要注意，影会较大，风会较透。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讲到这落雨来看，今年这大水期呢，雨水是加较少，农业用水也受到影响。农业部是表示讲，今年这水情是比去年还佫较严重的，所以会看款情形来论水口建造。伫咧高雄呢，都有农民是因为无水通用，所以半暝啊，就爱去顾产水，就惊互人甲偷接去。农民甲观光会田厝边开始种地，要进行一期调做，不过灌溉用水敢若无啥够，要甲规片田淹满有困难，甚至有一寡农产的地已经大家拢逼开。都建议就是老木板球够的，不易反向家。水无够，江水上尾流的山林业味里农民正着急，30几个人这群去农水署业味工作站进前，希望延长江水时间。里长讲，有一寡老农民为着要抢水，半暝就去过水门。如果我没有顾在这里，那我会不会一离开，等一下水门又被别人抢走了？大家还要在轮流状况之下，其实焦虑是难免的，因为我都付出成本了。上面业味工作站答应这礼拜放水的时间，自本来3天半延长到4天。今年冬天雨无啥多，西半部自北到南6个遍地站的雨量创75年来上少的纪录。农业部讲，今年水情比去年严重，会采用计划性江水灌溉。这么看起来也无需要修经。我们会采用就是一些按计划的一个供灌，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节约用水，除非说一直都没有下雨，水库已经快要见底的时候，我想我们才会启动特别的作为。这么全台湾最高的调水率维持伫3成到9成左右，水利署希望全国的民众配合省水。伫咧滤水器洗手、洗身躯时阵，水用较少咧。虽然离7到28会有出雨，不过这边雨拢落伫咧北部。以中南部的一个降雨来看的话，可能是有一些降雨的一个机会。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降雨的量值上来讲的话，其实都还是偏少一点的一个状况。水利署讲，这边冬天新竹以南主要水库集水区降雨量，只可能历史降期的差不多2成，已经提早进行调度。不过，一期潮啊，总要开始种地江水灌溉，用水量较大，才会进行监控。气象署也已经公布春季气象展望，3、4月雨会较少，5月天气也正大，希望民众爱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有一个专门咧种这大粒木仔的农民，因为伊的这木仔田呢是发去到街仔路，所以互厝边甲救护灯全无通好修成。伊是甲这厝边个要求爱赔12万，也毋过2审的时阵，这法官是干那判赔5000块。
农民辛苦揽一粒大粒的蒲仔，去到家己饲的地方法院，要来向法官陈情。这位农民2当前因为家己种的蒲仔田去互厝边加掉，造成损失来相告，原本要求对方要赔12万，结果离线的法官只判赔5000块，予伊是真不服。砍了3棵，算起来要100棵，100棵加上1棵30斤，刚好是3000斤，3000斤1斤我只要卖50块就好，就有15万。农民指出，伊种的这种蒲仔的品种，通常拢有30斤以上，伊一张蒲仔会当生30粒左右，互加掉3张，损失就超过12万。伊专讲摕伊种的蒲仔来，要互法官知影伊的损失，针对民众的陈情，法院毛派代表来了解。原审判决中已经就它是斟酌常情，就超过一定重量的农产品确实是罕见的状况。那因此，所以在判决中也已交代，它是按照一般的农产品的大小去判决上诉人所受的损失。法官讲的说，夸瓜1颗才3、4斤那么小，不是？你看我这个蒲仔龟，你看超过10几倍，超过10几倍，2、3斤10几倍应该多少了？菜单的头家讲，蒲仔大部分细粒的时就会摕来食，要讲到30、40斤是真罕见。不过较侪是摕来看水的，所以介绍甲细粒是无共的。农民表示，法院的检方单位有来接受伊的陈情，虽然对结果无满意，不过也是会当接受。希望这种无了解民间生活的判决，未来会当愈来愈少。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北市泰山有一笪资源回收场，今仔日透早是发生火灾。对这国道1号呢，就当看到这乌烟是安尼直直窜悬。新北市消防队是来出动29台车去现场抢救。虽然讲即马呢，这大火已经拍花，也毋过现场是安尼臭烘烘，空气品质也受到真大影响。环保局是呼吁这附近的民众门窗都爱关好吧，也若出门一定要会记得挂喙暗。有民众呢，在今天早上6点通报，在泰山区这家资源回收厂发生大火，火势在50分钟后就已经扑灭。不过当时的火势是非常的大，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呢，连隔壁的冷气主机都被烧毁，就连旁边的玻璃也全都震碎了。透早10点到现场，火已经拍花，不过现场规个拢是臭火带物件。火烧的时阵，有民众伫咧国道1号赛车行车记录器翕到规个粉蓬蓬。消防局接到报案，随派29架车，65个人抢救，把火拍互花。住伫咧隔壁条的巷仔厝边，拄开始嘛用水管斗相共喷水，煞尾嘛是赶紧疏散。有啦，看火大的时阵，阮就走啦，哪还讲徛在遮会死哦。阮拄啊，就爱挂口罩啊，无迄味有影挡袂掉。火势发生了，新北市环保局嘛紧急通知民众，包括泰山、南口、鼓山等等区域，空气品质受到影响，提醒4个位的厝边居民做好防护。在火灾发生当下，应该是 PM2.5会比较偏高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也是提醒民众，如果在火灾的阶段的话，务必就是紧闭门窗，那出门就是佩戴口罩。这个火伫咧透早7点就拍花，火烧的面积大概是100平米。消防局指出，是4个货柜厝着火，好佳在无人受伤，嘛拢有走出来。也若起火原因，犹阁等待厘清。目前监测的空气品质犹阁在正常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这春天有真侪鸟仔是当咧生态，也毋得伫咧宜兰是有民众发现讲，这专门咧甲鸟仔翕相的摄影师，伊是涉嫌放这饲料生鸟仔来到遮翕。县政府是表示讲，这款干扰的行为恐惊是会真多。就算讲这鸟仔呢，毋是保育类的动物，也毋通搅吵着生态的运作。摄影师翕鸟仔伫镜头前刷菜骹架仔咧放花，搁去互人发现，甚至是用食米，希望鸟仔飞过来食。这地点就伫咧宜兰的观景中心。宜兰观景中心青顶顶生态丰富，真侪鸟仔住伫咧遮，定定拢有摄影师来遮要来翕鸟仔。毋过安尼甲鸟仔城已经引起外界批评。野鸟协会表示，除了安尼行为以外，甚至有人会放鸟仔声，要声鸟仔飞过来。说爱鸟。不要喂它们，让它们能避免危险。因为任何的野生动物，那种喂酒的话，对于人类没有具有恐惧性。野鸟协会表示，甲鸟仔搅吵打碟，这拢就唔通的，嘛有可能会影响到鸟仔吵架、休困，或者是因的安全，甚至改变因原本行为的模式。尤其对着长途牵线、体力本来就有限的大鸟来讲，每一届甲因搅吵，对因来讲拢是负担。
是一般类的一个过境鸟的话，那我们也还是不建议诱拍哈。那如果你直接猎捕，那可能更是违反我们野生动物保育法。县政府讲，若是去声到保育队的鸟啊，可能就要担刑责；若非保育队的动物也保法，虽然即马也无相关的处罚，毋过嘛是要提醒大家，千万唔好去声鸟啊，搅差因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高雄的寿山动物园呢，2月中旬到当时相煞失去2只动物名称，包括着非洲象鸭鹂，也有北后角海。未来呢，这2个园区到底是要安怎利用？即嘛嘛引起讨论。也那动物园是表示讲，会搁规划引入其他的动物。过世了，他前几天过世了。民众来到高雄寿山动物园要看虎，听讲有白色的虎兴市走来看，四界拢找无影。听到记者讲白虎交海已经过身几多天，拢感觉真无彩。寿山动物园对2月中开始小刷送走2只大型动物，包括白虎交海，也有非洲象鸭鹂。高雄市观光局表示，这2只拢是寿山的名册动物，因为年岁济，身体也开始搞毛病，落尾拢是自然老去的。观光局也感谢因为高雄的大人囡仔带来这么多美好的回忆。那他们都是属于偏高龄的这个动物，尤其是昭海爷爷，其实已经是人类年龄大概90几岁。那我们未来呢也会评估就既有的场域，是不是在引进其他的动物。鸟海甲鸭鹂的离开，互大家拢感觉真唔甘。动物园也伫因的园区外面做 QR code 告示牌，甲印过一寡影像记录放伫网站，互大家来怀念。不过个放落来园区看起来有淡薄稀微，大家也开始讨论这2大园区要做啥物利用。动物园表示已经有伫咧规划当中。非洲象展示区，那因为原本的条件就是比较适合大型的草食类动物，那后续我们会来评估适合引进的物种。我刚刚看到他们只有那个有点像是造景的。长颈鹿而已，如果有拉这样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对啊，因为其他像新竹比较都是一些比较小型动物而已。白老虎的话是可以，因为我觉得白老虎我还蛮喜欢的，所以希望动物园可以再引进白老虎这样。动物园表示，鸟海园区会先搬互一只名家拉好大，那鸭鹂是园区唯一的象，伊迄区需要经过评估，确定什么动物了后，才来进行征收调整。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这韩国的电商平台酷鹏，伫去年呢是来发生这个资盗窃的案件，有20万的台湾用户这资料拢安尼流出去。酷鹏是表示讲，因是愿意提出2亿台票的补偿，受影响的这个用户呢是当摕到1000块的优惠券。也毋过，消基会是提示讲，这使用是有真侪限制，无一定真正有优待。不少人爱到酷鹏网站买韩国的喙食物也是化妆用品。不过，去年11月，南韩电商酷鹏爆出各式外泄事件，当时酷鹏对外讲台湾用户未受到影响。不过，酷鹏公司进前主动通报咱国的司法部，经过委托第三方调查了后，确认有超过20万名台湾用户的个资也遭到窃盗。司法部2月已经启动行政的检查。依据个资法的规定，然后到酷鹏那边做实地的相关检查。那目前检查后的相关资料整理中，后续也需要跟专家进一步研议。那预计明天上午会统一对外说明。司法部讲，这摆事件有20万4000多名台湾用户的名，也有电子邮件、电话号码、配送地址，甲总共5笔订单记录这资料，互非法读取。已经叫酷鹏依照各自法规定通知受影响用户，也让酷鹏也赶紧公告补偿的做法，要比照南韩提供受影响用户每人1000块的折扣券，总补偿金额达到台票2亿。要是我不能接受，因为个资是很重要，1000块没有办法来制服这些事情的发生。银行呢、提款卡那些的，说不定就会被盗刷了，衍生后面很多的麻烦。所以1000块，我觉得根本没有诚意。你可以说，他可以说金额部分是优于法规，因为500超过500，但是你设很多限制啊，不是我今天就直接给消费者。好，所以这样子有没有优？我不觉得。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应该对着跨国企业的个人资料收集有所规范，避免过度收集。也让酷鹏也发声明指出，这事件是一个酷鹏韩国前员工对客户的犯罪行为，会依法追究伊所有的法律责任。这个员工的设备拢已经立体回来并且接受监视分析，受影响的系统确实已经在去年11月完成修补，未过对客户的资料造成风险。对3月7日开始，受影响客户就使查看折扣券相关的资讯甲使用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咱要大声来关心的是，即马美国甲伊朗之间的这关系是真紧张，甚至这川普是呛声讲绝对袂互伊朗来发展核武的，而且即马美国的航空母舰呢也去到中东啊。那伊朗的外交部长是回应讲，因是被放弃利用核能技术的权利，甚至因的总统裴泽斯基安，伊是表示讲，对刷落来这核武的谈判也是真乐观的。就伫美国甲伊朗伫日内瓦核武会谈进前，伊朗真侪官员伫无共场合以呛声对假的态度反击美国的讲法，同时阁要避免谈判失败。همه گزینه‌ها روی میز است. هم دیپلماسی عزتمندانه و هم دفاع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میز دیپلماسی رو انتخاب کنید که عزت ایرانی و منافع متقابل. We are ready to answer questions. We are ready to remove concerns, but we are not ready to give up our right for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technology. چشمانداز خوبی رو می‌بینیم ان شاءالله فردا در因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国情咨文回应，川普强调美国政策袂允准伊朗有核武，一方面讲要用外交解决，一方面阁警告，若准谈判失败，会有军事行动。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we haven't heard those secret words. We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用一个美国官员甲2个消息人士的报道，讲 Trump 特使魏科夫前一天伫苏林聚会表示，美国政府要求的是未来甲伊朗任何新的核武协议，拢必须要永久有效。双方一句来一句去，美国数十档来上大规模的航空母舰甲战机已经去到中东，若准利乐谈判失败，中东地区恐惊会发生新的战争。伊朗已经表示，所有美国伫中东的军事基地会互看作是合法的目标，也互数万美国军人纵放归击。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再来看这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是来发布一份报告，讲伫2005年的时阵，全球呢受129个媒体工作者死去，这个数字已经连续第2档创纪录。其中呢，这死去的人2/3拢是予以色列甲因处决的。面对这个指控，以色列是强烈来反驳，而且讲这报告的内容拢是有空无顺。2025年，全球120位媒体记者因公死亡，1/3个遇害者拢是伫以色列手头，其中有86人是伫加沙走廊采访记录报事实真相的记者，因大部分拢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去年攻击也门的青年运动媒体中心，夺走31条人命，是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设立以来最终记录到死亡数字第1悬的案件。另外47件被认定是故意，也就是针对性杀人的案件，有81%拢是以色列做的。CPJ 报告特别点出，因为进出加沙的路线受限制，查核工作真困难，实际数字恐惊更较悬。面对安尼指控，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强烈反驳，讲报告内容拢是无明确、来源无清楚的数据，甲有先设定的结论，无考虑到战争的复杂性，或者是以色列军队为降低非战斗人员损伤所做的努力。There are two main responses. One of them is lack of accountability. There are not even proper investigations of the circumstances around these killings. Second is mere campaigns. So it's a way of smearing the journalists that have been killed. Probably it's a way of justifying their killings. CPJ 年度报告阁指出，全节129人内底有104人拢是伫冲突的地带。除了加沙、也门以外，采访新闻员讲是无生命危险的国家，也有苏丹、墨西哥、russia、乌克兰甲菲律宾。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南韩政府的一份统计，这是讲2025年新生儿的人数呢是超过25万4，这已经是连续2档增加，而且因的生育率嘛，伫咧让4档了后，搁转来到这女性平均有价要生0.8个的这个标准，而且去年呢，这新生儿呢是平英国要搁较增加1万人，这数字是2019年以来上大规模的成长。将心肝囝抱入心肝，南韩生育结果伫2019出现反弹。2019年南韩新生仔人数突破25万4000大关，比前一年增加1万6000，成长率达0.8%，总生育率升到0.8，比2024的0.75，搁有2023的历史新高0.72较好。
总生育率讲的是一个妇人人伫通常15岁到49岁育龄期，按当年各年龄别的生育率来计算，一世人平均预计会生育的囝儿数，南韩2015的总生育率伫4档后成功守护0.8的关键风线，也就是每一位妇人人测温会生0.8个囡仔。 2025년 출생아 합계 출산율, 조출생률은 모두 2016년에서 2023년까지 8개년간 감소하였습니다. 这拢来自结婚人数的增加，显示伫这个全球出生率上低的国家，人民对养饲囝儿的看法转向积极。 혼인의 증가입니다. 근데 혼인이 그동안 코로나로 이제 좀 미뤄지던 혼인들이 누적된 부분이 상당하게 있는데요. 그게 22년 8월 이후에 8개월 동안 연속해서 혼인이 증가가 되었었고요. 그리고 24년 4월에서 21개월, 그러니까 작년 12월까지 生育率回升的速度，凭政府上乐观的预测更较紧。当局原本预测2025总生育率是0.75，2026是0.8，预期爱到2031才会突破1。新生仔变济上明显的增加出现伫首都，首年生育率0.63，比2024时的0.58增加8.9%。不过，犹原是全国上低，显示各邦价格高竞争压力，犹原是大都市少年人上沉重的负担。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日本千叶县的动物园呢，有一只真古锥的高山仔囝，伊自出世就互老母甲伊放杀，后来这动物园是归去来送伊一只布翁仔。即马无论去到倒位，伊拢是甲这布翁仔揽条条，这款处境嘛引起众人的同情。 动物园外口排甲热热长，大家拢是足期待的笑容。因想要看的是过去一礼拜红起来的梦青，简单6个月大的日本狗胖起。这只狗仔囝伫去年7月出世，今年1月才开始接受训练，准备加入狗群。不过胖起并无互亲生阿母疼惜，可能是因为天气伤热，或者是亲生阿母的经验无够，所以动物园先互伊一只红毛猩猩的翁仔代替阿母安待的情绪。胖起毋是甲翁仔结小念，就是趴伫 管理员身上的画面，真紧就伫网络引起讨论。パンチ君に会いに来ました。写真撮ったりして、家帰って見たりしたい。胖起一开始无惯势狗群，拢家己参翁仔耍，毋过无偌久就开始适应团体生活，甲狗群的互动嘛变济。动物园表示，伊即马已经愿意离开管理员，家己去找物件食。23迄天，共2只狗来替伊换毛，表示友好甲接受。 はい、さっきも見てまいりましたが、群れに徐々にですが、馴染んできています。因为想要看胖起的游客实在太济，动物园原本的卖票系统已经站袂牢，必须出动所有卖票人员到门口。动物园更加是为下晡3点开始，就无搁互访客入场。胖起的人气毋但引起民众的疼惜，嘛互即间动物园受到毋捌有的关注。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 继续来看，这世界棒球经典赛3月初5就要起鼓啊！有人讲呢，这世界风不浪王的这个选手呢，王政治即马嘛已经来到台湾。今仔日这总统赖清德是颁予伊一等精神勋章，肯定伊推动咱国棒球运动，也促进这台日之间的体育外交。王贞治先生对于日本跟台湾的棒球贡献，可以从日本的野球殿堂，还有台湾 棒球名人堂，他的英雄身影可以得到见证。去年11月，欧赏得到日本天皇亲自颁给文化勋章。今天我代表台湾人民，授给王贞治先生一等景勋勋章，两国的最高荣誉，辉映了王贞治先生世界全垒打王。 是日本跟台湾共同的骄傲。这赖总统是表示讲，伊是王政治的球迷，会当颁这勋章予伊，伊是真欢喜的。即马对着这世界棒球经典赛就咧要起鼓，赖总统也希望这台日的球队拢会当有上好的表现。 另外来关心的是，最近呢有真侪人拢咧读这台湾历史，就是为着要来了解过去，尤其是这228事件当中受到迫害者的前辈的故事。而且呢，过2天啊，就是这228啦。台湾教授协会呢嘛来举办讲座，纪念228，嘛来讨论这老蒋的责任问题。
几年前电影涉及血案改编引起的争议，互林甲血案受到关注。真侪民众嫌崩课读台湾史，国发会档案局嘛指出，相关档案拢已经解密，有1373条目录是已经开放申请应用。128特别换落，台湾教授协会嘛甲国史馆合作办工作，除了讲128事件当中重要的历史事实，嘛讨论当权者蒋介石的责任问题。像说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啊，他们会通过刘文岛他们的提案。然后主张把陈仪撤职查办，这个是表示有反省的声音啊，或者是说监察委员杨亮公还有邱念台他们所写的报告都是指责当时的陈仪政府贪污腐化、经济不良所造成的冲突，那应该把他们调走。可是蒋介石他一方面偏听陈仪，一方面事后还袒护陈仪。国史馆指出，其实因伫2006年就有出版相关史料，最近这几年嘛，陆续有新的史料出现，嘛鼓励民众嘅运用。最近社会对历史讨论较真热，学者史法员嘛提醒讲，虽然档案局有甲真侪档案整理甲公开，不过档案的内容也是当时的情报资料，无一定代表所有的事实。这档案的部分一定需要专业的研究结果。那目前国内来讲，档案局是非常专业的档案整理，而且全责的机构。可是，在研究方面，实际上研究能力最强的是国史馆我个人会建议，是不是政府应该考虑让国史馆加入这个档案政治档案的研究全责机构之一，参与研究这样子。学者建议政府通透过国史馆的研究专家，帮助社会了解真相。国史馆嘛鼓励民众除了史料，嘛通透过无共活动，比如逐年举办的共生音乐节等等来接触历史。记者刘尚如、曾春瑶台北报道。台北市的副市长李四川是要去选这新北市长，伊也已经甲蒋万安请示啊。原底是讲2月底就要来辞职，也毋过到单的这李四川是还未收到准伊辞职的公文，伊是认为讲这蒋万安可能是还未找到交接的人选。那另外一边，这民众党的黄国昌，伊是指出这3月中旬，那边也是发表共同政见，预计3月底这双方都会签合作协议。市长，你要当我们新北市长哦！加油！出席树林官邸有金香典的开幕，民众看到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直直喊加油，因为已经把辞职批送出去，宣布要投入新北市长的选战。原底是按2月底石头路备战，不过代志敢若有变数。我到现在还没有接到市长给我批下来的公文，我想在3月初应该市长就会核定。市长现在不放人。他不是不放人因为当然这个有一些交接。如果说这个政策，那在试办的那种状况是成功的，那也许到新北，如果假设有哪些部分是可以采用的，我想我们都会来这一个检讨来跟进。体谅到市长蒋万安就爱找到接班人直接，讲到当时和国民党定调，还佫有后续要安怎拿白合。李四川拢表示辞职了后才去讲，不过民众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黄国昌却甲拿白合的时间讲甲清清楚楚。伊讲3月中会完成共同政见发表，预计伫咧3月底就会签订政党合作协议。对中国国民党的党内民主程序向来都表示尊重。对台湾民众党而言，我们就是展现最大的诚意跟善意。那重点是说，在第2个阶段的政党合作协议，我们要让台湾人民看到，政党彼此之间可以有竞争，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为了人民，该合作的时候我们就要合作。如果蓝白要合作嘛，一定会有一个王国昌讲话之后有一个 SOP 嘛先有共同政见嘛，那同时也要讲清楚嘛，民调怎么比？那如果要合作的话，将来怎么合作？这会一包处理嘛。2024总统大选拿白合是破局的，郭文哲强调，两党之间的合作就要照规矩来行，而且建议会当参考日本的自民党甲维新党的联手模式。记者综合报道。15就是元宵暝，这2026年台北灯节呢已经正式来点灯。今年是头一届来推出双主灯，伫咧花圃公园呢是变形金刚，也那西门町是泡泡玛特灯区。也毋过这当中呢是有一个上海灯区，伊甲号名做“家是上海”，这也引起政治争议。汇聚能量，台北启动。
启动的6月4日，今年台北定制主顶变形金刚的柯博文，伫个雷射顶甲喷烟的特效当中，配合专属的音乐，互变形金刚出场气势万千。我们首创2个灯区，2座 IP， 所以结合世界知名的变形金刚，还有泡泡玛特，我们透过不同的主题，就是展现台北多元、包容、开放的魅力。市政府今年头届拍破传统，伫个花圃公园有变形金刚的主顶，西门顶是有泡泡玛特6个角色的主题定做。除了好莱坞甲潮流艺术，今年拄啊好是美国建国250档，所以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头届参加台北定制。过去250年，美国坚持民主、自由和创新，而且我们透过跟台湾共同的价值观，也建立非常友好的伙伴关系。我们不只是点亮今天的夜空，我们也照亮台湾和美国长期坚定而稳固的深厚情谊。不过，落在点灯的背后，上海灯区煞真做是讨论的话题，因为灯组号做是“这是上海”，佮加上主持人互动考核，引起政治争议。上海灯区，这里是上海，赞不赞？赞啦！2026年台北灯节预计会展出到3月15，就算上海灯区的名引起统战甲政治争议，不过市政府是强调，这届上海团来台湾设灯组是照往例通过陆委会申请，相信外界袂过度解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北市长蒋万安，伊是宣布，伫3月初1开始，要来试办这育囝减少工时，也毋过无减薪水的计划。这厝内底若准有12岁以下囡仔的这个劳工呢，会当提早1点钟下班去接你的囡仔。也毋过呢，这互袂少人甲企业是来积极讲，这3工了后就要来实施啊，而且佫无相关的配套，恐惊是上过成功啊。爸母也未下班，囡仔就一定下课啊！这互袂少家庭头壳摸咧烧。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育囝减少工时、薪水无减这个计划，伫3月初1开始试办，补助企业互厝里有12岁以下的囡仔的家长，逐工通减1点钟的工时。政策听起来是真好，毋过嘛有民众企业即期政策3工了后就要实施，受过凶狂，无时间做准备。但是台北市劳动局表示，现有的法律就有减工时的做法，台北市是创全国大新补助减的薪水。我们今年的那个减少工时不减薪的计划，它是属于一个示范的计划。那因为目前台湾的那个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类似的规定。那我们是参考这些规定之后，然后去做一个政策的转移。台北市政府指出，其实相关的法律伫较早就有，根据性平工作法第19条就规定，公司囡仔也未满3岁进前，劳工会当逐工减少1点钟的工时，只是这1点钟无薪水，等于是爱扣薪水的。台北市政府即届提悬到囡仔12岁拢适用，而且也补贴员工8成的薪水。根据这性别平等工作法19条，这是法律规定的。劳工若要来迄个企业申请，讲我有囡仔3岁以下，我要接送，我可能办1点钟入来，或者是提早1点钟下班。这企业理论上伊是袂使拒绝的，只是讲伊会扣薪水。所以对劳工来想讲，虽然有这条啦，但是扣1点钟薪水，我就无想要请。台北市政府指出，这个试办的计划近期是参考韩国的做法。韩国上早伫4年前就开始试办，互家长会当安心接送囡仔。今年2026年改做全面实施。目前伫台北市劳动局的网站已经有相关的表格会当申请，也呼吁企业会当把握时间申请，提供有囝儿的员工优先的育囝环境。记者查询林巧凯台北报道。再来看这健保署是来公布今年这药价调整的结果，拢总是有2000多项，金额呢是36亿外，这是历年来上低的。健保署是指出，讲即嘛是受到关税甲供应链的影响，希望甲这省落来的资源会当用伫引入新药。也那医改会因是建议讲，希望这健保署应该爱公布药品的合理介绍，避免有人乌白操作。超高龄社会药物使用量嘛愈来愈侪，健保署公布115年药价调整的金额，调整金额是36.15亿，增加1.65%，是有史以来上少的。这届调查药品总共有12652项，调整2343项嘛是历年上少的。其中必要用药也有抗生素等等拢无调整。
频繁都在通报缺药的，那有公卫议题或者是有感染防治的那这些项目抗生素等等，我们也就整类都不调。健保署强调，药价每一档拢会调整，厂商若对着调整了后的价效认为讲若是袂合，拢会使向健保署建议提悬药品的价效。即届起服食创下历年上佳，省内金额拢会拨转去到总价，嘛会引进创新的药这有便于着肯定政府的政策。伫咧药价调整过后，看起来这基本用药的供应论性是有够的，是有保障的。毋过长远嘛是爱有充足的健保经费。如果有一些原厂药，那它因为这个价格不敷成本的因素而退出台湾的时候，那这里面可能就要考虑到在换药的过程中，怎么样去保障民众用药的权益。应该要一并的公布监测的结果，同时也应该要说明这个合理的药价给付到底有没有回应到药品及专业服务的价值。医改会建议，除了品项甲总数以外，政府会使公告药价调查的结果，来说明合理药价给付的这个价效，避免增做合理的操作空间。记者综合报道。经济的消息来关心的是，这台积电呢是直直安尼起价，这市值目前已经超过台票52兆。虽然讲今仔日这盘中呢，台积电是有小可破价，不过也是走掉2000块的关卡。另外，这股王信华呢，今仔日早盘是冲到10275块，这是创上悬股价的纪录，也正做是台股头一支1万块的股票。台股每年伫拜一开红盘了后，到拜四起的点数已经超过1000点，而五台股市值超过125兆，占台股比例超过40%的台积电，而五市值突破台票52兆。而啦，台积电的股价面临2000块保卫战，虽然股价盘中有较落，不过也是正关键。台股起起落落，不过也是徛在35000点，盘中上悬冲到35579点。股王信华日啦盘中捌冲到10275块，改写台股史上上悬的股价纪录。台积电最近很强，带动台股创新高。我认为短线上确实有过热的状况，因为台股的乖离率跟季线大概乖离率达到16%，那过去的经验，这样的几率是相对比较低的。短线上有可能会有一些高档震荡。专家讲，台股连续2天大起，虽然一直改写历史新高，不过乖离率嘛升悬，看出来伤过热。然后台股波动上大的股票都是宽台股的台积电，因为台积电的市值已经超过52兆台票，占台股总市值44%。其他国家原来有类似状况，像讲南韩3000加海力士，差不多占股市将近30%比例。美国的苹果加辉达等7大股，占 S&P 500指数比例将近30%。为了改善不平衡现象，台资公司甲证交所推杀台湾普药指数，经这3年 EPS 正数拢发股利，不过伫成交量价就转轮有较输面的股票，宽大结果以团散甲中小型股，包括统一超、湾团、和谐等。股息政策很稳定，然后甚至它的这个公司的经营的波动不会太大的，这样才符合普语嘛。普语 ETF 更像是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型的这个概念。普药指数上落了后，都还阁看是不是有金融通路愿意发行，以及是不是会当成投资人的眼光，这拢爱阁看。不过分析师认为，比起高成长股伫市场修正的时阵，这股票较袂落。记者采访报道。为咱的国军来强化战斗力来看，这立法院呢总算是同意，把这正义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复委，甲民众党的版本做回来审查。另外，这国民党呢也来推出家己的版本，主要是针对去年底这美国对台湾的8项军售，也毋过伫国造的部分是拢无写入去，这也引起真大的关注。国防部日前发布查到强机30只，强难6只出现，其中12只军机超过台湾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咱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有2点强强的空飘气球出现，国军拢严厉应对。另外，立法院昨夜同意将正义版的国防特别条例复委，甲民众党版本平衡审查，那也也对咧做。传出国民党版本出来，3个版本比起来，正义版本规划1.25辆护算，列强副精准火炮、完成打击飞弹、反空反增加飞弹、AI 辅助架、C5ISR 等7类的武器加上无人载具。民众党版本编列4000亿，列出6种采购项目，包含海马斯多功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国民党版本编列3500亿，聚焦去年底美国对台8项军售。
好，那我想党中央跟党团都会保持密切的沟通。目前版本最大的差异，当然在特别预算的额度，民众党版是4000亿，也就是打3折；国民党目前8000亿是打了6折。国民党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传出干了动议军务部特别主席部分，也要求旅游时间甲维护责任请求契约，确保国军应如期得到装备。那国民党和民众党准备要 offer 他们的 version， 他们的 version 的 process 是什么？是什么 basis？ 用什么来决定？这个是需要的，这个是不需要的。我们有了海马式，也有 M1 战车，但是从海马式到 M1 战车中间会有个火力的间隙，这个部分其实就有可能会是 M109它所能发挥的一个空间。M109A7主导炮在内3大军武和法技师会伫3月9日面临破弱风险。学者强调 ，M109A7是新世代火炮，有快速闪移电地优势，是国军台湾部队前战的关键武器。记者综合报道。这关消息了面，就要到伫南台湾的上界出名的，就是台南咸水的蜂仔炮。今年毋但这炮声的数量是平英国还阁较加一成，到时阵嘛有真侪外国的学生会来体验这愈棒愈旺的感觉。另外，这台南龙眼门天后宫今年呢是传200束的这个葱仔，要互大家做伙来体验头班葱过好红的风俗。炮城内底蜂仔炮已经炒好势，红列做世界3大民俗庆典之一的咸水蜂炮，3月初2要登场。咸水街路这阵已经有那过年的气氛，那今年因为拄着年假，炮城数量比往年加一成，规模更较大，嘛结合多元文化活动。庙方今年嘛特别邀请侪国家的交换学生，做伙来体验蜂炮的文化，就希望大家透过愈早愈旺的象征来求平安顺遂。我们严选的大家的盛事，年轻人越来越多在参与这个活动。国外的国家同齐就要来体验参加体验营因为带因国家的国旗来参与呢。晚上我们放蜂仔炮尔，即阵讲趁这个机会，袂当来求姻缘，因为上间讲咧头班葱会当过好红，未结婚的这个查囡仔来袂当来遮摕葱仔回去。台南龙眼门天后宫才有头班葱过好红的风俗，今年庙方传200束的葱仔，要互独身的女性通伫玩乐头前祈愿。虽然现代真侪少年人对这句俗语无介熟悉，不过庙方嘛是照传统来保存文化。没有听过，第一次听到。第一次听到，会觉得有趣吗？蛮有趣的哦。可以过好红。好啊。对，但是这有好的吉祥的意涵，恁可要试看卖安尼。可以，就是它的谐音自古以来拢有这个活动另外有一种是迄个跳菜鼓娶好某这嘛是取自它的谐音这是针对男生的方面啦。对咸水蜂仔炮到龙眼门的传统技术，台湾各地的元宵活动到时拢会闹热滚滚，无同的所在有各种的风俗，这嘛呈现出咱本土多元佮丰富的民俗文化，把看着文化一代传一代的生命力。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讲到这个元宵节来看台东的炸邯郸呢，这嘛是全国真有名的民俗活动之一，也是台东县的无形文化资产。今日早起呢，这台东市公所甲县府堂是共同来举办这个仪式，由7个搬演这邯郸夜的民众呢来接受炸邯郸，宣布今年这台东元宵节活动开始。这位伴做肉馅邯郸爷的民众，规身躯只敢若穿一件红底裤，徛伫咧桥顶，说台东市南京路文化广场，接受四面八方传来炮仔。传讲炮仔愈多，运势愈好，逐年拢见真侪民众甲游客做伙来参加。后礼拜3就是元宵节，台东市公所加强放邯郸爷的县府堂，日前做伙宣布，台东的元宵民俗活动即礼拜6开始，主要活动是3月初3、初42天炸邯郸甲庙会绕境，后礼拜6上尾天是烟火暗会。代表我们台东，等于是算一个标志。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重头戏，比如说我们邀请的一些我们的台语的创作歌手，还有我们的台语天后，都即将莅临我们的元宵晚会的会场。今年会有30几场炮炸邯郸爷伫咧固定的地点举行，但是有特别2场是用绕境四轨方式炸邯郸，分别伫正气路甲中华路封路管制，沿路放炮仔，过路人爱注意。然后我们再要求，我们在炸的过程中，那个鞭炮声不能断掉。
台东伫咧元宵早汉诞的民俗活动已经超过70档。19年前，政府登录正式台东县无形文化资产，不过一直政府未着列做全国无形文化资产。官府希望中央会能够重新评估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天气呢，是安尼凉面寒，佮凉面热，也影响到农民的收成。伫咧新德县新埔镇呢，受农民这一架外这梨仔园受损，都有来到9成，是遐尔惨重。农业处是表示讲，经过初步的了解甲调查呢，这受灾的面积差不多是30公顷，原来受损率是30%，会办理会勘来答应补助。像这样子有没有？像这个外观这个像这个也没有用，它也是没有着过。看到家己辛辛苦苦种的水梨啊，真啊唔拿果子无法度结果，连外皮拢受到严重伤害。受天气影响，新德县新埔镇原地种有大面积的水梨啊，即马产量可能敢若剩1成尔。它温度都几乎都是大概9度以下都有。我们最测的话，我们这个大概5度多。损失以我来讲的话，大概是8、9成。所以我们农民这个水果1年才1次，寒流来，所以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农民只靠这个生活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呢，能够来协助。但是新德县农业处甲农业部相关单位也派人到现场会勘，刷去会统计农民的损失，提供农民申请天然灾害补助。会同桃园区农业改良场以及农粮署人员到现场去会勘。那未来将依据今天的会勘的结果，来向中央争取相关的救助。果子农无奈讲，今年的天气实在变化太大，尤其是有一阵当地上低温度，甚至敢若剩5度，这对靠天食饭的农民来讲，实在是要哭无目屎。因敢若望政府会当提供相关协助，降低损失。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台记文康榜来关心的是，这文化部呢，其实对2024年开始就来推动台记家庭的相关的计划。第1期是敢若1000多户报名，也毋过第2期呢，这数字已经增加到7000多户，也毋过其实这个数字离这4万户的目标还阁真远。有保记团体是表示讲，这台记的预算若准互人抬掉，安尼要推上台记就愈来愈困难啊。来进嘛。囡仔看大陆拼音咧读故事册，对阿喜来讲，念台语故事册需要时间，速度会较慢，因为伊需要拿拼音、拿读字。透早运动上拄好，要做伙来无？所以你平常时是看台文字较济，还是看迄大陆拼音较济？拢会看册。啊，倒一个对你看起来较轻松？罗马字，因为有的字我毋知要怎念。阿喜是台记家庭的囡仔，伊和一群同款是来自台记家庭的囡仔，斗阵参加台记路协会和人本基金会举办的台记营队。有一个囡仔，伊拼我的名叫我阿文，所以我感觉这个条路拼音继续推上是真有价值的。伊哪能拼啊？伊就讲阿文吗？我就讲有这个母姓是阿文。你要倒还是要摇？我倒。到下晡，囡仔斗阵来到台大校园耍飞盘，运动消脱气力。一寡囡仔会当有机会和一大群朋友斗阵讲台语，和文化部举办的台语家庭计划有真大的关系。文化部对113年开始举办台语家庭计划，有分做拄开始学的学习家庭，和日常已经会晓练当用台语沟通的文化家庭。办到第2期，人数已经成长到7000多户。目前台语家庭登记上侪县市，分别是云林县、台中市和高雄市。虽然台语活动变济是好代志，不过对台语家庭的父母来讲，也是有真大的问题需要改善。你这样就变做是讲，我还专工去找台语的活动，我才听得到台语嘛。啊，不过台语明明就是足侪人拢会晓讲的，你不管是伫咧图书馆啊，还是伫咧其他所在，你其实唔免讲我爱挂一块牌啊，讲咱即马讲台语才讲。台语路协会也指出，因为若被立委提台语预算，影响到语言环境的建立。原先文化部的目标是计划伫2026年完成4万户的目标，不过目前敢若7000多户。刷落来第3期，文化部决定扩大台语家庭计划，推动18岁以上的国人也会当和朋友自由组队，来增加台语家庭的量。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
这限制人讲母语，其实对规个族群这身份的认同呢是真大的破坏。伫咧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其实嘛有相像的经历，因是互苏当时的这威权政府禁止讲加泰语，直至等到民主化了后，才总算有通推动语言发展。来看公视台记台伫咧西班牙的报道。伫西班牙巴塞隆纳的街仔路，会当听到过路人讲真侪种无共款的语言。不过，伫1939年至1975年之间，这是袂使公开讲加泰语的。伫福隆哥政权独裁统治的时期，全国敢若会使讲西班牙语，语言互严格限制，加做政治权力控制社会工具。La llengua es molt important, sobretot per a una cultura doncs, minoritària o minoritzada. I a Catalunya doncs, s'ha patit, al llarg de molts segles, hi ha hagut bé, a l'estat espanyol moltes dictadures i això ha afectat molt, evidentment, a la llengua catalana. 即马巴塞隆纳的街仔路会当看到多元城市的面貌，咖啡厅、餐厅、地铁站，无共语言难以使用。在这款的环境，会晓讲什么款的语言，实在是因为现实的条件有需要。 que ja cada cop costa més, si la gent jove entre ells es relaciona més en castellà que en català, això és un problema greu. Llavors, diguem, els catalanoparlants... 儿童为国家未来主人翁。 这款的情形对台湾社会来讲是不了相像。在过去威权年代，本土语言同款受到限制。在今仔日的社会，真好想象用过学生若是讲母语，就要去互挂交牌啊，嘛加做现此时本土语言真大断层。 有一天老师宣布讲，袂使讲台语，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拢袂使讲。拄若讲爱罚钱，爱挂交牌啊。限制你袂使讲家己的母语，你变做一代一代中间的语言的迄个传承都无去啊！啊，这个语言后壁是文化嘛。 为着弥补愈来愈大坑的语言断层，2024年8月，加泰隆尼亚甲因的语言事务提升做语言政策部，语言的议题嘛加做下部门的政策课题。Català té 10 milions de parlants, això és més que bona part de les llengües oficials de les institucions europees i com a ciutadans europeus estem treballant perquè la nostra llengua sigui una més d'aquestes 24 llengües oficials. 为加泰隆尼亚到台湾，看到类似的历史分野，语言变来去互政治甲权力控制，受到伤害的，称在是规个世代。爱安怎甲过去的经验甲假使记好条，莫阁行回头路，嘛正做咱社会爱面对的历史课题。记者伊英忠，巴塞隆纳台北采访报道。下晡报的天气，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 今仔日因为东北季风减弱的关系，北部甲东北部的气温回升，各地早暗悠远较凉。方面我见马祖会有短暂阵雨，台湾东半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甲中部以北的山区。 会有南山短暂阵雨。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